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今日係2026年4月10號星期五，歡迎收睇本週嘅波蘭中文電視。我係主播蘇晨，多謝大家嘅關注同支持，我哋會努力為大家提供更多、更即時準確嘅新聞資訊。以下就係本週嘅重點新聞：一、市長因流浪者問題向周邊縣市要錢，遭拒絕；二、4月18號起堆肥免費發放，限領2日；三、波特蘭推動電動自行車補貼，最高可以領2350蚊。四、市府以減輕小商戶稅負，或者可以慳返幾百蚊。五、盜竊後被捕遭暴打，男子告超市索償1萬美元。六、航空公司上調行李費，最高加收50美元。下邊請收睇新聞嘅詳細內容。波特蘭無家可歸者問題持續惡化，市政府財政壓力不斷上升。市長 Kit Wilson 日前向周邊縣市提出資金請求，希望能夠分擔收容成本。Wilson 強調，波特蘭嘅收容系統實際係服務整個大都會區，唔少使用者係嚟自周邊縣市。無家可歸問題已經係屬於區域性挑戰，唔應該由單一城市負擔。根據規劃，波特蘭向沃倫頓縣提出600萬美元嘅資助請求，而向卡克密縣則係要求400萬，用於維持6個無家可歸者收容中心嘅運作。整體收容系統目前面臨約1500萬美元嘅缺口。市政府警告，如果資金唔到位，部分床位同埋支援服務恐將會被削減。而目前沃倫頓縣已經正式拒絕相關提案，區域合作面臨阻力。隨住春季園藝季節嘅到嚟，波特蘭市推出限時福利。波特蘭交通局宣布，將於4月18到19號舉辦免費堆肥日，市民可以前往 North East Sanderland 大道9325號嘅 Sanderland Maintenance Yard 領取堆肥，開放時間為每日嘅7點到4點。官方表示，活動僅係舉辦2日，而且係採用先到先得嘅原則，送完即止。不過今年庫存充足，預計唔會出現提前發放完嘅情況。呢批堆肥係嚟自市府每年秋季嘅落葉日計劃所收集到嘅落葉，每年約處理超過5000噸嘅落葉。呢啲落葉經過處理後，不僅可以再利用，亦有助防止排水系統堵塞、道路積水同埋打滑等問題，提升城市安全。波特蘭市推出 Portland Rise 電動自行車補助計劃，即日起開放申請，最高可以領取2350美元嘅購車津貼，另外仲有最多300蚊可以用於頭盔、車鎖等配件。計劃總額達到2000萬美元，預計可以幫助超過6000人購車，所有居民都可以申請，但係低收入族群將會優先抽中。補助採用隨機抽籤制，申請時間為4月6號到7月24號。民眾需要喺線上提交資料同埋收入證明。中籤之後可以到合作車店直接抵減購車費用，無需先行付款。一般嘅電動車最高補貼1600蚊，貨運型嘅就係最高2350蚊。網站嘅信息將會貼喺信息欄。新聞將於廣告之後繼續。母親節暖心之選，太平洋抽油煙機，吸力大，全自動蒸汽清洗，讓媽媽遠離油煙困擾，日日輕鬆下廚。限時優惠買1送3，最高減200蚊，再送價值159蚊嘅多功能養生壺，健康美味一次到位。牛頭牌智能電飯煲，立體加熱鎖住米香，粒粒飽滿，讓每一口飯都香甜暖心。優惠期間勁減100，再送真空保溫咖啡壺組，實用又暖心。限時優惠到5月10號，不容錯過。呢個母親節，讓我哋將最好嘅留俾最愛嘅人。歡迎到位置中心選購。波特蘭市議會正討論一項減稅提案，打算將小企業免稅
免繳營業稅嘅門檻從而家嘅年營業額5萬蚊提高到10萬蚊。喺未來年收入喺10萬蚊以下嘅小商戶可能都唔需要繳納呢個款項。呢項政策會分兩步走，喺2026年先提高到7萬5，到2027年再提高到10萬蚊。市政府估計將會有上萬家小商戶受益，尤其係個體經營者。有業界人士表示，提高免稅門檻不僅係少交一啲稅，仲有助於企業留住員工、維持營運、保持社區商業活力。波特蘭嘅一宗盜竊案引起爭議，一名盜竊男子喺衝突中受傷，反而控告超市員工施暴並提告索償。45歲男子喺2024年喺 Albertson 超市推車未付款離開，收銀員上前制止並追出店外，雙方發生肢體衝突。佢喺事後出現額骨骨折等傷勢，佢亦喺庭上承認自己確有偷竊。檢方曾經以2級攻擊罪起訴勇敢嘅店員，指控其使用過度暴力，但陪審團最終判定無罪。喺幾個月之後，呢個罪犯反而向法院提出民事訴訟，要求賠償1萬蚊嘅醫療費同埋精神損失。專家指出，員工直接對抗盜竊犯往往會引起雙輸，不僅可能會造成人身傷害，亦會令到企業承擔法律風險。統計顯示，波特蘭店鋪嘅盜竊案喺過去5年暴增咗240%。但係警方認為部分嘅增幅係嚟自通報率提高，而非實際犯罪激增。受到燃油價格飆升嘅影響，美國多家航空公司自2026年4月開始上調託運行李費。Delta、United、JetBlue 等公司上調幅度由10蚊到50蚊不等。其中 Delta 航空公司將國內同埋短途航班首件行李費提高至45蚊，第二件55蚊，而第三件大幅上漲至200蚊。United 航空公司則將首件行李提高至50蚊，而 JetBlue 航空公司依照淡旺季收費39到49不等。過去提供免費託運嘅 Southwest 航空公司亦已經跟進上調咗約10美元。業界指出，燃油價格較去年大幅上漲130%，係今次加價嘅主因。專家提醒旅客應該提前查詢行李政策，以免增加出遊成本。以上就係本週嘅重點新聞，佢哋嘅詳細內容可以喺波特蘭新聞嘅網站、Facebook、微信公眾號，又或者手機應用程式上面睇到。亦可以請到我哋波特蘭中文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上面收睇都得。本週嘅波特蘭中文電視就到呢度結束啦，多謝你嘅收睇，下週同一時間再見。